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今天晚上爆出了一个大瓜，也不能说是爆出一个大瓜，而是坐实了一个大瓜。又一个神像倒下了，又一个神像走下了神坛，又一个偶像翻车。当然了，这个偶像要打个引号，他们是互联网上这些8到15岁人奉为偶像。这个人是谁？宗庆后。想必大家也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一向被主流媒体描绘为只有一个老婆一个孩子的宗庆后，居然被爆出还有3个私生子女，而且这3个私生子女还不是一个人生的。宗庆后可以说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密不透风。至少在国内主流媒体国内的平台宣传，那这个宗庆后只有一个独女宗馥莉，而且这个宗馥莉一直也被当作接班人在培养，所以说这个时候爆出宗庆后还有3个私生子女，这确实是个大瓜。具体是怎么回事？大家看一段视频。传娃哈哈公主宗馥莉与私生子2弟弟妹妹陷入18亿美元遗产纠纷，真有种看谢之版继承者们的感觉。外界一直以为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只有1位独生女宗馥莉，在她去世后，宗馥莉也顺理成章作为继承人，携手父亲留下来的商业帝国。没想到最近宗馥莉被3名同样姓宗的人起诉，宗继昌、宗杰利、宗继胜自称是宗馥莉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这2男1女还都为美国身份。虽然文件未能确定他们是不是宗馥莉的亲属，但姐弟4人即将对簿公堂，就为了争宗老留下的3笔信托权益，合计18亿美金的信托资产。3位原告方提及，宗老曾要求下属协助他们的香港银行设立信托，但其后因为资金不足，只是助理兑换成美元。现在要求被告方姐姐宗馥莉履行父亲的遗嘱，不仅要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利息，还要赔偿他们因为资产短移而受到损失。总结下来就是说，外籍私生子要求正妻长女分家产，还得要利息要损失，真是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这一出豪门家族争夺遗产大戏也让我知道了网友那句妈妈有钱你会有数不尽的宠爱，爸爸有钱你就有数不尽的兄弟姐妹，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香港信报财经还有什么瑞恩资本等等媒体报道，娃哈哈宗庆后遗产再起风波，3名宗姓人士状告宗馥莉，禁止处置汇丰账户18亿美元余额。根据这个彭博社最新报道说，被誉为娃哈哈公主的集团接班人兼董事长宗馥莉，早前被3名同样姓宗的男女入禀香港法院，也就是被告了，禁止他处置或处理汇丰一个银行账户内的资产或减损其价值。最新报道提到，3人自称是宗馥莉的同父异母弟妹，是案件曝光以来首次揭示他们与宗馥莉的关系。3名原告包括宗继昌、宗杰利、宗继胜。说今年2月有报道引述去年12月底的法庭文件显示，他们起诉宗馥莉，为当时文件未能确定他们是否宗馥莉的亲属，至今则声称是同父异母弟妹。此前外界一致认定宗馥莉是宗庆后的独生女儿。此外，律师又透露，3人亦已在杭州法院提出诉讼，以争取已故父亲宗庆后承诺分他们的3笔信托权益，每笔价值7亿美元。原告方提到，宗庆后曾要求下属协助他们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信托，但其后因资金不足，只是助理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原告方现在要求宗馥莉履行父亲遗嘱，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利息，并赔偿他们因资金转移而遭受的损失。根据一份法律文件显示，截至去年5月，约有110万美元从该个汇丰银行户口被转出。原告方的律师表示，截至2024年初，该个汇丰户口的余额为18亿美元。3人正试图阻止宗馥莉处置、处理或贬损户口中资产的价值。那宗馥莉方面怎么说呢？代表宗馥莉的律师表明，他并不接受该些证据。宗馥莉强调，他未曾接获宗庆后的相关指示，他亦不知道该些人民币应从什么地方兑换。法官指出，香港的法官担心自己的命令可能会干扰杭州法院的案件，宣布将在约2个月后作出判决。
在公众的视野中，至少在内地的舆论中，宗庆后的家庭构成简单清晰，妻子是施幼珍，独女宗馥莉。随着本次诉讼曝光，一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家族秘史逐渐浮出水面。宗馥莉的律师团队也拿出了证据，他们向法庭提交了宗庆后2020年签署的遗嘱副本，其中明确写道，本人所有境外资产均由独女宗馥莉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任何权利。不过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遗嘱的见证人包括娃哈哈集团副总裁潘家杰、财务总监方强等核心高管，却无任何家族成员在场。同样还是网上的信息，宗庆后和二房娃哈哈高管叫杜建英，分别生了儿子宗继昌，这是1996年生的，和女儿宗杰利1998年出生。这两位国籍都是美国。宗庆后和三房别墅管家生了儿子宗继胜，这个是2017年出生，国籍是美国。也就是说，目前至少宗庆后有一妻两妾，咱们打个引号，按照咱们解放前的说法叫一妻两妾，一个正房，两个偏房，一共是生了4个孩子。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宗庆后。首先一个，这个节目不是从道德层面去批判宗庆后，我们只是说这个现象，而且说的还不是宗庆后本人。我主要聊这个网上这8到15岁智商这么一群人。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宗庆后是怎么走上神坛的，现在这些把他推上神坛的人将如何面对呢？这些人是不是在寻找下一个目标，也要把谁推上神坛？就是说这些人他是需要一个神，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就是他生活中不能没有神，所以他本能的要神化一个人，好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到这个神的身上，这是一种现象。所以咱们更多的是聊这个现象。我不对宗庆后本人他的作风他这些事情做评价，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不能从道德的这个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的，因为人非圣贤，他们家庭内部有矛盾，人家已经诉诸于法律，这个由法院去判断。我记得去年2月份宗庆后去世的时候，那网上铺天盖地，什么宗庆后有大爱，这反正是一个意思，有大爱。首先说宗庆后朴素，说他1个月就花3000还是多少，常年穿一双布鞋，这下傻眼了吧？人家随随便便在汇丰银行就有21亿美元的信托，穿不穿布鞋、穿草鞋有什么影响？还有他有大爱，什么大爱？就是从来不开除一个老员工。这个我在以前节目反复说过，他不开除老员工，有某种情愫在里面，也就是说一起拼搏，一起打江山，有这方面原因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这个老员工，他们有员工持股，他们有员工持股平台。这个员工持股平台非常微妙，这个平台如果支持谁，大家也知道娃哈哈它的股权结构，这个宗氏家族在娃哈哈里面，它并不是第一大股东，好像第一大股东是杭州上城区国资委。我没记错，在这个宗氏家族和这个国资委之间，那这个员工持股平台就显得非常重要，他那关键一票，所以他要善待这个员工。也就是说，网上天天吹嘘他从来不开除老员工。我刚才说了，他有这种跟老员工这种就是共同打江山这种情分在里面，但是更多的还是因为有员工持股。第三个神话，他这么有钱，但是从来不善事来割韭菜，这是宗老的精神，他的宗旨。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也说过了，他不善事是因为他善不了事，他一善事，那就像万科一样，大股东是国资委，二股东去实际控制这家上市公司，矛盾你怎么向公众解释？关于这个他不开除老员工，关于他不善事，我在以前节目里面说的比较多，网友恐怕都知道。宗馥莉一上台之后，他就大刀阔斧的，他就要上市，他要上市，他就面对很多困难。第一刀要砍向老员工，也就是他股权要重新进行配置，股权要优化，否则他上不了市。那股权优化就是一个杭州上城区国资委的那一部分股权要怎么稀释，老员工的股权要怎么把它买掉，要不然他上不了市。所以他就得你看，他在不停的转移资产，不停的去各种运作，所以反对他的声音就多，反对宗馥莉的。但是对宗庆后的个人的私生活，对他个人的财产，我很少评价，因为都是传言，而且是个人私生活，
你讨论它没有意义。但是现在这确实打脸，大家还记得吧？去年莫名其妙的网上一股热潮，就攻击农夫山泉，说农夫山泉瓶盖子有日本国旗，说这个农夫山泉的老板叫中山山，财产都在国外，儿子也是美国籍，拿来攻击这个农夫山泉的，他们打出的榜样就是娃哈哈。这一下打脸了。这个中山山的儿子到底哪儿人？中山山的财产有没有在美国？这还不知道。但是现在确认了，你宗庆后至少是20亿美金是在海外，在汇丰银行，这可是美金，这脸打的。我想大家可以回忆一下1年前这网上是什么一个样子。这些8到15岁的网民要把宗庆后封圣，这个势头是有的。你可以刷当时的短视频，还当时的微博。现在情何以堪？当然了，这些人他不会反思的，他们马上迅速要找下一个目标，比如说网红超市，他们要把网红超市有大爱要封神封圣。但是我们要把话说回来，这个宗庆后不是神，也不是什么圣，他就是个企业家，他做了这些事情，也不能说他是个坏人，只要他没有违法犯罪，我就说我们不从道德上捧他，没必要去神化他，没必要去刻意的去拔高他。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从道德上去批判他，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态度。实际上，关于宗庆后他有私生子女的事，外媒早就报道了，对吧？最早是今年2月份，就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但是因为是外媒报道，国内很多人也不置可否，并没有太关注。但是就这个事件，我关心的倒不是宗庆后他有几个老婆，他有私生子女的事情。我关注的是什么？他这个21亿美金，他是怎么出去的？也就是他设的信托21亿美金的来源。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外汇是管制的。你加特老师跑到美国买房，花了20多万美元，我们都要质疑他，你这个钱是怎么出去的？蚂蚁搬家，咱们每个人1年只有5万的额度，5万美金，那你要蚂蚁搬家，那也得搬4、5年。他跟他老婆2个人同时搬，也得搬2年。我们都好奇，你的钱是怎么出去的？那宗庆后这21亿美元，这个钱是怎么出去的？恐怕有关方面得给个说法。这个线索就在这儿，这个钱出去路径怎么换的钱，人民币怎么变成美金的？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就是不是说加州老师那20万美金，我可以装作没看见。这个可是20亿美金。当然了，我不清楚娃哈哈在海外有没有业务，也就是娃哈哈的水、娃哈哈的饮料卖到国外去了吗？如果他出口，那他会挣大量的外汇，完了外汇挣了之后，他也没有结汇，或者结了，他还有留了很多利润在海外，他存到汇丰银行，这个也合理。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反洗钱部门还有外汇管理部门是不是要对这个要查一下，要给个说法呀？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天量的这个财产，它怎么到外面去了？怎么绕过了你外汇管制？让网上那些8到15岁的人恐怕要破防，对吧？他们心中的神原来把财产已经搞到国外去了，而且他心中的神生了3个美国人，这个情何以堪啊！同样还是这批人，他们现在正在把网红超市要往神坛上推。当然了，网红超市他也愿意准备这个登坛受封。按照历史规律，你既然登坛受封，迟早是要垮掉的，无一例外。这里咱们再说点题外话，你看到宗氏家族这种咱们根据媒体报道的这种大戏，似乎只有电视剧能看到，宫斗剧奋斗而来的财富能被其他奋斗者抢走，投胎而来的滔天富贵也能被其他投胎成功的人抢走，对吧？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人一生下来就在罗马。这让我想起了这个咱们最近在谈的《红楼梦》。《红楼梦》里面贾家宁荣2府无处不在的这种争权夺利、争家产。宁国府和荣国府之间争不争家产？也争家产。修大观园、修省亲别墅这么一个大工程，最后落在贾珍手上。贾珍是宁国府的，所以贾珍是大捞特捞，整个大观园的建设的图纸都在贾珍手上。肥缺有油水的工程，贾珍都给他外包出去了，都是大活。你比如说到苏州再去采买那些这个艺人，也就是他要搞一个欢乐组，搞一个歌舞团，大观园里面的一下就要花好像3万两。你相比较而言，王熙凤替这个贾云安排，替那个贾琴安排，那都是不过是1年2、300两银子的一个活，小活。你看大活都是贾珍拿走了，所以这里面没有斗争吗？只是曹雪芹没写而已。这是
宁荣二府之间的斗争，争权夺利。那荣国府内部，贾赦、贾政、贾琏和贾宝玉、贾环这一支，他们之间不争权夺利吗？无处不在。他们不争夺家产吗？处处都是在争家产。所以，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离《红楼梦》已经过了300年，这一幕还不在上演吗？如果你看不到争家产，那是因为你身边都是没有钱的人，他没有家产，有什么好争的？那三瓜两枣的，你有那功夫去争，还不如自己去挣钱去。但是你看看这些豪门大族、望族、豪门巨富，那是必须要争家产的。从这个澳门的赌王，到这个香港的什么那几大家族，你再到这个宗亲后，这个隐藏非常深，一直被媒体给他隐藏的非常好。只有一个独女宗馥莉，结果这一下一场争夺家产的大幕拉开。宗馥莉是嫡长女，对吧？她有嫡长女的优势，但是这个仅限于封建社会。你在现代社会，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我想杭州法院首先是要求宗庆后的那3个子女要证明他跟宗庆后的关系，只要他能证明是宗庆后的子女，那么他就有权利继承宗庆后的这些财产，他就有继承权了。别管他是小3生的还是小4生的，不也别管他是姨娘生的还是妾生的，现代社会都一视同仁。但是你要在《红楼梦》里面就不行，姨娘生的，那你这个地位非常差，那都是嫡长子继承制。你看那个贾环和贾宝玉都是贾政的儿子，那个待遇在贾府里面待遇，那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所以宗庆后这个是像极了《红楼梦》里面，因为宗庆后他也有兄弟，像不像荣国府？宗馥莉有叔叔，我看媒体报道过，还对宗馥莉执掌娃哈哈，这个宗馥莉的叔叔好像还提过批评意见，好像他叔叔跟宗馥莉之间意见还不太一致，这个媒体也报道过。那这不也涉及了财产的争夺吗？娃哈哈的股权怎么分配？可以肯定的是，宗庆后这3个私生子女，这个一公开，而且人家公开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给娃哈哈上市之路又增加了很多障碍。最后我再说一下，如果有关部门调查宗庆后的巨额的海外资产，虽然他是家族信托20亿美金，如果是发现这个财产有问题，那你这即便是家族信托一样的会被击穿，也就是被执行。咱们这个家族信托跟美西方的可不一样，这是有案例的。你比如说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一份执行裁定书引发金融界震动，法院直接将被执行人崔义某名下的4143万元家族信托资产当作存款强制执行。也就是你这个家族信托那个财产他把它认定为存款，是存款就能划转走，强制执行。这是国内家族信托被强制执行的第3案。但与前2案不同的是，此次法院未遵循常规程序认定信托无效或可撤销，而是将信托财产与存款并列处理，创下业内先例。什么意思？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只要法院认定你这个钱有问题，你管你这个钱是什么名义，反正都能拿走。也就是说，宗庆后在汇丰银行设的这个家族信托，如果证明这个钱有问题，那你这个钱直接就能被划走。以前法院先搞个程序，说你这个信托成立无效，先把你信托本身给你否定掉，好了，那你这钱就得回来。现在觉得这很麻烦，没必要认定这个信托无效，他就把你认定是存款的，直接就可以划扣。这个案件属于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崔义某因行贿罪和合同诈骗罪被南通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80万元，同时需向这个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退赔7012万元。这个案子进入执行程序之后，执行法官就查到了崔义某名下委托第3方保理的家族信托资金4143万元，法院直接给他划扣了。你说宗庆后这个4个子女为汇丰银行20亿美金在打官司，这个财产就已经明了嘛？我刚才已经说了，你这巨额的资金是怎么出去的？所以媒体报道说，宗馥莉说他不知道人民币怎么去换成美金，也就是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但海外财产是他的，但是怎么把它弄到海外去跟我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怎么换。下一个要倒的是谁？我们拭目以待。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